时间已经到哈，我想咱可能爱来开始啦哈。我较暂缓啦哈，因为这已经遐久无开会哈。这中间本来是这萧清文院长做理事长哈，后来就讲要交互这个张德雄牧师来接啦哈。张德雄牧师就我的老师啦。所以伊讲伊安尼行程较毋是遐尔，爱我甲伊斗帮忙，所以甲我挂一个副理事长咯。总是无拍算，这萧牧师是怎过身去？这个张牧师也过身去啦吼。是怎拢未登记过吼？这个物件就遐伫遐啦。正要开会吼，我想讲安尼，我都无法度提示啦吼，就是讲安尼，甲这个郑老经理做伙讲安尼，咱做伙来调，甲这个会佫再做好势安尼吼。所以我今日较暂缓安尼来做这个主持的这个工作啦吼。咱这个开始的时阵吼，咱特别孝念这个萧清文院长甲这个张德雄牧师吼，因为着咱的这个协会吼，真正一个力啊吼。萧牧师做10几档的这个理事长吼。张德雄牧师虽然讲是做较短啦吼，毋过伊实在是真关心这个台湾的这个保护啦吼。我想讲来请这个福赞牧师来替这个因两个人吼，孝念做一个祈祷吼，先说为着咱的这个协会这个迄种来做一个祈祷开始吼。因为阮感谢你，互阮有真好的信仰的长辈，阮孝念萧牧师。安怎伫几十年内底，点点将台语、圣经、信仰、台湾的将来，拢诚做阮的教导。阮感谢你，互阮有一款的长辈，阮会当缀着即种的脚链来行你爱阮行的道路。我若孝念张德雄牧师。常常是点点仔做，无出声，总是看见伊对你的信赖。阮相信，阮行这条路，会当透到你遐，也会当知影你爱阮伫面上，特别伫台湾这块土地来做甚物，互你欢喜。主感谢你过去对伫神学教育、对伫台语、对伫圣经。这个贡献，虽然因的身躯无伫阮的中间，拢是因留落来精神，诚做阮心灵济灌纳甲帮助。阮这个是孝念，特别孝念因的牧师娘，甲因的家属，当伫着你的听。阮这个协会每一届做遮个。人看袂到的事的时阵，因留互阮的保佑，我继续带阮伫头前的道路。阮献上感谢，甲无数的孝念，祈祷奉耶稣名，阿门。阿门。真多谢这个福赞牧师吼，嘛咱做这个开会祈祷哈。我想讲咱真难得哈，这个开会咱对这个COVID-19 哈。虽然讲安尼，甲恁困扰2、3年久吼，总是有一个真大贡献啦吼，就是互咱即马即个生活上拢改变吼。过去拢是爱实体才法度做代志，即马袂当有视讯吼，所以我会记顶前2回参加会议的时阵吼，拢3、4个人安尼就开个大会啦吼。有听到，有。伫无共款的所在，伫北部不同的所在吼，甚至若讲有国外的人若参加，嘛拢无问题啦吼。所以这是咱即马大概一个新的常态，会当安尼无共款的开会吼。我想今日真侪人参加，所以我想讲来，逐个人真简要吼，来家己自我介绍一下。咱对这现场的人先来介绍这个线顶的人先知影，再请线顶的人来介绍，咱熟悉啦吼。咱对这隔壁这个吴教授来先来介绍好嘛？这个吴教授，也手者，才知影倒一个人吼。平安吼，我无言，目前80几岁啊，还是先在咧开课，都无去养啦吼。总是这个台湾语文的教育吼，确实是因为受这个视频的关系，有一寡囡仔，到即阵年纪大人啦，拢还无了解讲这台湾语文的重要性，所以真正有人安尼寄一个迄个
简单的迄个 YouTube。伫美国的一个囡仔，因老爸问伊讲：啊，你是怎咧学台语？伊讲：我要甲人讲台湾人，我袂晓讲台语，是要别只人讲我是台湾人。哦，即句话我感觉真感慨。即摆咱台湾的囡仔拢基本上，毋那囡仔拄则讲的，拢连大人嘛同款，伊就对即个台湾语文，拢当作真无路用啊。所以咱用这台语圣经也袂，实际上讲，我来上开头的时，我就参加起来。但以后因为课程的关系啦，各方面的关系，所以咱无闲，开会我拢无来。啊，即摆开会，我接着开会，我简单回答我，我会去安尼。啊，可能研究都无接着咧。啊，所以今日我学哪来？我一个来，久无来遮哦。唔知要哪里吧啦，因为迄边路也塌掉了，这边也塌掉了，四边塌掉了吼。那为什么生意更新楼迄边吼？车庄生意更不要再行了。啊，所以真感谢大家，我有这个机会来参加这个会，可是我嘛是真爱参加的人吼。好多谢大家。多谢，这个是教授哈，第一摆经验哈。再来这个非常牧师哈。我是陈慧淑，目前伫教会公报社，进前捌伫公报编辑台文版，所以毋甲准用长老熟悉，所以就有机会来参与这个会安尼。谢谢，小师过来教育。我嘛是公报社的同工，我即摆负责的是网络的代志要将台文版放伫咧网络顶端。我的名是有肖文。多谢伊吼，少年的吼，以前回乡的时阵，我这个台文版吼，台文世界拢会打开信幕的。啊，伊换人做了吼，就就卖就对啦。啊，如我家己爱去登录下来，啊，家己这少年来直接落来答应 ，OK。啊，所以即摆以后我一定打了吼，感谢。来，碧堂跟碧堂，小碧堂哈。我林天龙，公报社的编辑。您先进，您后生啊，您查某囝，后生啊，我就是查某囡仔咧。为什么？因为你真古锥。来，这个，李教授哈。我是台湾，来关是元宵的元，是台湾。台湾，那有台湾。现在也讲嘛，大家上台拢有见。好，我早起是上台台湾系教这个做，因为我多谢李教授。来，发生老师。我是基福站，参与台文的写作，应该是对台文通信的第一集开始安尼诶。迄个时拄好阮伫美国的南湾，所以含即个电阳公兄弟所以做伙开始台文通信安尼吼。所以因为迄阵拄开始的时阵吼，差不多敢若我一个写作的人安尼。用无相像的笔名吼，伫遐来写作，后来参与专面的时阵，为第一届开始，今仔日拄好要去台南，我感觉讲一定爱来，实体来参加呢吼，真欢喜有这种的机会，和一群听主的人、听台湾的人做伙，奉事迄是上帝。我来祝福安尼嘿，所以真欢喜配合老师甲孙廖兄，当下面三个做伙同工，迄是我的荣耀多谢，好来，好啊，大家平安，大家拢捌我啦吼，我叫林顺廖吼，种爱台语的啦，我讲台语台文就是我的生命吼，希望伫
有生之年会咱继续去做看代志安尼吼。啊，真感谢大家来配合来合作啦吼。我足感谢伫做诶中间上帝引线吼，有大家诶帮助吼，拢不加损失啦吼。多谢。安尼咱即马来请伫即个网络点管的即个朋友来自我介绍简单一下，好不好？拄啊是毋是即个？我曾惠平啦，我是台湾通信台湾办事处第一届学白话字的学生啦。我对台湾通信遐来，嘿，我阿蒙迄个5拍嘛有去参加着，5拍有翻译过几本仔囡仔册迄种的，嘿。即马还搁咧上班，即马顺续张咯，迄个册我拢拄啊咧斗教具安尼啦，我即马是安尼做些。多谢，这个曾惠平先生哈。来，过来是这个我这点管看，甲恁看可能无啥同的出特殊啦。吼，对点管即马是这个李胜阳律师，李胜对了。有啊，OK。你爱开麦，你无开这个麦克，你无开麦克。无，奇怪，唔知。有啊，安尼有啊，对，吼，因为我坐伫高铁啊，所以有哪不便讲话。我等下吼，可能袂当继续讲，因为我都有参加大会啦吼，对因后壁行安尼吼，上久无看到孙玉长了吼，甲伊大家努力吼，上帝一定祝福满满吼，好，我安尼谢谢这个李律师哈，佮刷来这边，这是这个真多谢咱伫创会时阵，要登记噻。法律的问题拢是你甲咱解决的，真感谢嘿。是。OK 嘿。来是这个，这算是应该张正阳先生哈。老师嘿。你的卡面啦，敢若无啥做。嘿。大家好。OK， 安尼好。我是张正阳，我即马伫杨梅国中教英语甲台语，我等下1点就爱离开啊，所以歹势吼，因为今仔嘛是爱上班，真欢喜来参加这个会议，多谢。多谢，这个张老师哈，过来就是这个小平地大师，老师兄，好啊，大家好，我叫做拉字，日本话希腊字，希腊字的拉字，汉名叫做小平地。我是交友的真好的朋友。我最近有2项作品，有人甲我做网站上网。第一个是内底拢总有17万字，差不多将近2000张的迄个相片，咧介绍台湾做传人的物件的古物啦，我甲号做做传人博物馆。内底因讲博物馆会讲哩啦，内底物件足济个，即摆渐渐咧上网，拢总分做6张，已经第3张咧上网啊。遐少年会继续搁甲我处理，非常无用。第2项是过去所出版的台湾俗语咸汤甜3本的纸本，嘛是迄阵少年4、5个少年帮我做网站，上网已经上网到第二集已经上网50册嘛，会继续咧做，欢迎有时间再来看别个安尼，多谢。多谢这个肖先生哈，过来这个Kevin牧师哈。大家平安，我是罗启明东会教会历史档案馆负责档案的收集、整理甲研究。
因为等下嘛有事工做爱一心二用吼，头拄仔有出现伫现场吼，总是即摆爱一心二用，真欢喜，甲大家来学习欢喜参加平安，多谢。好，谢谢这个罗老师哈。接续是这个听先生哈。听到咯，听到咯嘿。遮久无看啊，或者伫发咧，好嘅，听到咯，你讲话，请你讲话嘿。来，走去你面顶哦。听到你爱甲你的这个麦克风开开。你有听到我讲话无？安尼好，嘿，请你讲话嘿，自我介绍。无听到吗？麦克无点。伊无讲话。听到了，你有听到阮的声无？哇，伊就切掉，安尼过来是这个潘威音，威音再点点。喂，老师，敢有听到我的声？有无？有啦，OK，开始讲诶。好，尊荣老师搁有各位先进大家好，我是潘威欣，我是迄个尊荣老师的学生，对大学时阵就对老师咧做迄个台语信望来的迄个事工啦，我读迄个硕士甲迄个博士嘛受迄个尊荣老师真侪帮赞，今仔迄个我顶礼拜拜六我有去迄个成大，老师转来有迄个有出册嘛。顶礼拜迄个尊荣老师有去成大发表迄个啥物阿鲁托罗一个迄个奥库利莫诺诶迄个册，我嘛有去参加，老师有邀请我来参加即个会议，对，老师有吩咐的代志一定爱做好到，后礼拜老师嘛阁有另外一个迄个马街在台湾技术的迄个发表会嘛。对，对，伫遮嘛，就是感谢会当来参加即个会议，大家若有闲嘛会当最近来到老师后礼拜伫迄个淡水的新册发表会，对，以上多谢大家。真多谢，真多谢哈，真多谢，我想安尼咱当天安尼一年一摆来见面啦有机会大家自我介绍一下这个咱今日也有特别拜托这个会学牧师给咱做记录啦所以这个部分咱真多谢这个会学牧师接续咱就随请这个郑局长了给咱做这个事工报告，好吧？真多谢大家安尼配合这个咱专门台语台文圣经为大家咧改做台语了后，是讲到这工作就差不多落尾迄个周王嘅牧师感觉讲，即个圣经一直伫update啦咱巴克咧要停留伫1933年，所以要萧正牧师也伫咧想要招学者，迄个甲新学院嘅迄个牧师教授来斗教授，结果拢足客气拢无来所以一直就停留就讲我到遮结束来出一寡灵修的册啦所以咱就开始出灵修的册灵修的册，因为顶年圣经公会有出一个现代台语译本的白话字甲汉字的对照的版啦伊序言内底还佫写讲伊演用这个泉州腔啦这泉州腔就是当时长的洪秀强牧师伊的腔口，伊足坚持的但是呢，咱即马台湾已经形成一个台湾，较侪人讲的普遍腔，就是以高雄市做中心的中南部的腔口啦。所以咱已经改好了，大家读了嘛，感觉哇，继续顺继足欢喜的。这个update的问题，落尾伫3年前的报米教协伫美国新学研讨会有一个有拄到约翰牧师伊真欢喜讲，伊真早一直拢知影咱伫做遮个代志啦伊是美国的新约新学的，会使讲差不多权威啦伊足关心的嘛，佫请我去因兜甲讲咱安怎创较好。伊讲咱已经就是讲有即个为巴克咧安排圣经甲专门。圣经咱就甲即个
update 问题，就会参考即马世界各国拢咧 update 啊，一寡尤其英文遐拢会当参考嘛。哦，所以咱就甲罗英所电脑参考，讨论了后，就照安尼落去做啦吼。所以咱的新约已经完成啊。这就是有一个叫做宋丽娟长老吼，伊英文嘛足好诶，台语嘛足好诶，所以有安尼来进行。希望会出版先出版新约故事变真言啦。这出版的部分就是安尼，这3年中间灵修的册吼，咱有出黄碧华牧师伊一本正经本土信仰这本有台语的白话字，甲汉语的对照啦。即马大家若有趣要睇，会当带转去这本第一本过来有出版Billy Graham 甲我 and me 这本就是Billy Graham， 咱手中嘛有嘛Billy Graham 伊就是讲伊足有名的布道家嘛所以规拢摕去，啥物拢是，这就是使互你敢无？你会倒顶摕规个方位，你去找。这个美国有一个伊歹出名啦伊就大概拢好的册拢会讲来。我咧1万块美金你去出，甲翻译国台语出版互大家人读啦所以这本算第2本啦。第1本我无会所以无摕来迄个，以前叫加吉米卡特，规年366天的甲伊灵修啦。伊灵修是国际性嘛你知影 Billy Graham 的，所以真好的册。这本册就是讲迄个出版的时阵，即摆就是讲本来要办。这个新册发表的一定办袂出，看你喷一定时间拢敲袂拄，可能后届无要紧啦，拢会当来开始我刷咧这个咱知影马街来台湾是150周年嘛，咱有足侪活动出足侪产品，罗英上天都足关心这个就对啦。你买啊，迄声来原文的 from Formosa。你对啊，迄声，所以讲有别人听你的声拢断断续续的，啦。有意义过来定定甲出版，加咱的台湾的日本的所以出版这个引起不是较大这个回应这个新册发表的是拜六，要伫迄个淡水教会边仔的该馆举行一寡有请一寡较有名的来迄个罗马狗15号迄个电影大家去看迄个是伫上帝听耶稣基督因这靠信仰来克服遐足好一部电影迄个导演会来参加啦因为伊内底主角内底有基督徒就是讲为淡水去的啦伊的台语的指导我讲听着足爽快所以大家有时间会使去看这个马街在台湾技术佫刷咧这个阿鲁多鲁的礼物这本这本就是罗英乡长老定定咧甲我讲，因小弟比伊较巧，或者大陆较歹出巧，因小弟比伊较巧。伊若写顶下咱有出迄个主导文，了后伊嘛有写小说。这个小说我甲头看到尾时，我最欢喜就是基督教的小说啦。宣教的小说，伊本身有读过神学语。伊伊若嘛感觉讲有需要出这个台文版，互大家来读啦。这个新册发表的，咱这个成大已经迄个举行了顶礼拜拜六。即马即礼拜拜六是伫迄个拜五啦，拜五迄个最近有成立一个独派读册独派迄个册店，伫遐要举行好，以上安尼简单报告多谢。
多谢这个政疗长老的这个报告吼，咱这个协会吼，那我安尼毋是参加真久，真早就知影，当时毋是参加真久啦吼。我早是拢政疗长老一个人安尼足辛苦咧负责咧帮忙啦吼。无啦，我感觉我一定人这听我足感谢的。毋知对这个政疗长老这个报告，咱有啥物人有啥物款的这个质问，还是有啥物款的这个分享无？那无吼，咱今仔日因为有个人，像种长老咧讲起到，因为疫情的关系啊，所以这出版的册拢无机会通一个发表会安尼吼，啊足可惜安尼嘿。所以咱是毋是会当找一个时间，看要带两个所在，为着这个发表会，因为这册拢真好，像魔术写的册，拢是无机会。对啦，会啦，会继续排啦，继续排。我排到上无嘛，爱一场啊，互大家知影一个。那无吼，因为有个人爱赶时间啦吼，所以咱是来进入这个议案。咱今日议案是有4个议案啦吼，应该拢毋是啥物困难的议案啦吼。头一个这个议案就是讲这个萧牧师甲这个张牧师已经过身去啦吼，啊，所以我想咱协会需要搁再重新组织啦吼。啊，这个组织吼，我想讲可能看安尼有较资深的人，较迄样人吼，会当来领导还是安怎？啊，是讲这个毋知咱要安怎来进行？要大家人有心要推荐名单还是安怎无？咱有感觉讲即马可能都爱选这个几个职务啦吼，就是咱来选新的理事长、副理事长吼。这个常务理事哈，搁这个干事哈，干事有几个？常务理事有都要选3、4个是吧？这请长老来说明一下好吧？好啦，多主席啊，就是讲为一个开始，大家拢足客气的吼。啊，萧牧师嘛，咱爱去请咧吼，啊，结果有请一寡人已经拢。大家做甲真好势啦，我是感觉就像安尼继续，以前嘛拢像安尼，就是讲一日数咧哦，啊，老新咧有特别想要参与的哦，来甲我讲话，咱大家再来创的哦。啊，这目前就是讲，我有简单简短印象，即种啊参详啊，甲迄个佩国牧师有讲了，就是讲第一，咱理事哦，教员吼，伊咧咱咧理事迄个本来有周慧文、王宗尧、何信涵、萧平池、杨九章、曾慧萍、迄个杨新洲哦，即几个啊，干事是迄个以前上人教会主任张爱健替伊个柯昭平哦，伊逐项代志拢足清楚的，所以拢请伊做迄个。干事啊，搁一个勤政治啊，即马真希望即个副校牧师来参与啦吼，啊伊也真肯帮忙哦，尤其今仔遮拢迄个叫便当了，才伊说真感谢啊是讲摕即个名单，看大家有感觉听起来啦吼，就是讲咱可能都爱。选7个还是8个理事嘛？敢是拄你念7个是无？7个。咱爱选7个理事吼，啊，然后可能爱选3个干事啦，啊，然后才互即个理事甲干事去家己看要安尼去组织去互选，还是安尼第三是嘛好吧？所以咱伫会员大会内底可能较简单，就是讲咱来推选即个理干事安尼啦，好吧？啊，拄啊，即个政疗长老有讲几个名啦吼，这个名若无问题，咱是毋是先对这个人先来看卖啊？啊，再看有新的人会当来加入，还是安怎？再来讨论啊。拄好讲到这个蒋维文教授哈，久长以来对这个母语还真关心哈。啊，王宗尧院长哈，是咱前任的这个台南师范院院长嘛哈。啊，何信涵老师哈，啊，萧老师、萧平池老师。杨金忠老师哈，曾慧萍先生哈，啊杨新泽先生，安尼7个是无？哈，
等下，敢若太白哈，我来想下，我会记敢若七个啦，无要紧啦，到时我小平地哦，小平地哦，我想即摆足汉的出门啊，行动较无遐流利啊吼，我退出啦，哦，啊，佫定选别人啊呢。小平地老师。小平地啊，你就为开始就一直做啊，你继续做。即摆无法度打，佫安尼到别人参加啦。即摆会当用即个视讯，可能较无问题啊啦。免一定我看找有哦，找有，佫找看有咧。会去甲你请教啦。我想讲，即李教授其实嘛是会当入来啦，吼。人讲李教授吼，即个季牧师来当入来。我是建议讲吼，伊是原来遮的，佫加上2个吼，加上即个。这内底话有1处要提，我想会使话6处去哦。这个讲啊，会使哦 ，OK。我迄个优先做迄个嘛牧师啦，相对来哦，伊改做电脑基福站牧师啦。迄个台湾有会使哦，会使咧，像我像迄个。我是讲咱当改出9个啦。无啦，迄小切嘛，唔好啦。我是讲咱个组织毋是介大哦。你本来我会去7个啦，我毋知写了无拄哦。啊？啥？我听过咯吼，我的名不写个写袂。无，我另外写互你，我去另外写互你诶。OK， 你台湾，我亲情伫个吼，伊安年纪比较大，身体佫无讲介好啦，伊是我学长啦吼。我想会使换即个，你台湾 OK 吼 ？OK， 感谢。哦，啊，其他还有，来，结束。哎我猜下你做无嘢嘅，即种会使无？爱即个搬来搬去哦，了解啦。但是伊随时拢会提供意见啦，我电脑你电脑啦。必须牧师做咱的记录哈，应该伫内底较好做代志啊。非常牧师吼，伊即摆是甲放伫干事啦，即摆放伫干事。我主要你台湾只是搭迄个亲情地啦，啊你是律师啦，当非常牧师。优先做伊嘛是拢看伊拢足好用啊。咱是3个干事遐。对，3个，一个商务干事。吴教授咧。哇，这几个80几呀！我有体谅你我讲得来。安尼吼，我佫确认一摆吼，就是咱即摆安尼有即个应该是7个啊8个理事啦吼，有即蒋维文先生、王宗尧牧师、何信涵老师哈、萧平志老师、杨金忠老师、曾惠平老师、杨新泽老师、季福赞牧师。甲李台湾教授啦吼，拄仔是讲即个，你讲倒一个要优先做先生，该季福赞牧师嘛吼。亲情地该但是这嘛要加一个咧。小平地退出啦。对啦，我是咧讲吼，咱若改9个拄好呢。咱讲免提出去啦，咱的中庭，咱特别人我想办讲，咱这中庭啊改做9个人安尼啦，安尼就是当下这个中庭咱再来来改安尼嘛吼。这个干事的部分是这个柯昭平吼，亲情地甲这个陈慧淑牧师啦吼，这安尼3个干事啦吼。这个组织吼，这由这个人后来才开始看要用视讯用啥物再来选来处理啦，大家人拢会当参加可能较好啦吼。所以我想咱今日先这个部分到遮啦吼。这第一个案，毋知安尼好无？咱这传出来内底遮伫内底去家己去选啦吼。好，安尼这个对这第一案，毋知大家人安尼有同意无？就是我
提供意见一下，我李胜雄。李律师。第一，唔通改中庭，改中庭做废弃。哦。唔通改中庭，中庭你著会员大会著搁报内政部，莫改中庭，就我讲维持7个就好了。其他就是做好报。哦。你若其他2个做好报，好报就免说有当若欠1个时阵，迄当报去。进入9个就7个，维持7个，2个做好报安尼。好，安尼就是讲，原来是9个人选，咱9个人选对这个大会推荐，然后因为有人不也是去征询啦，吼。莫讲2个做好报安尼，所以咱后来去征询，再来确定这7个理事吼，这7个理事去选这个理事长、副理事长起来啦，3个干事安尼。今仔会员大会无啦，今仔会员大会真确定了。安尼真对啦，安尼这修改强是真麻烦啦吼。好，安尼这第一个案吼，就是安尼吼，就是咱对这大会推荐9个名单。落去做这个征询哈，找出7个，然后有7个人来做这个组织哈，才这位啦哈。安尼我想较大家人较民主啦哈。唔是征询啦，你著进到甲决定落无要紧啦。这会员大会就是选举就选定啊啦，佮用征询啊，你要征询结果安怎？今仔会员大会嘛，会员大会就选，你著7个，2个做好报安尼，哦。因为若无要担心诶，后补会当递补去安尼，人搁征询啦，好。安尼哦，安尼互我退出好啦，要做7个嘛吼。意思讲咧，今日都爱定7个啦，决定7个，然后2个后补安尼啦。伊意思是安尼。安尼互我退出啦。讲迄个安尼可能有紧张暂时较这落，以后无讲介好势咧。安尼就用金正先生甲这个杨新泽先生做后补安尼啦。OK，哦，就是咱后来今仔就要决定啊，对啦，就是咱决定差不多2个7个嘛。OK，决定头2个7个，这2个做后补嘛。OK。啊。新教授王院长曾水平，高新兰教授萧金基，台湾教授李福达牧师，安尼7名。对，安尼7个。无啦，你台湾是干事啦。你台湾是理事啦。理事啦。安尼即摆干事减1个啊。干事3个啊。干事3个，我是讲迄个。干事，我拄则写着2个名，我迄个名听无啥有。就是柯兆平，秦经碧，曾志，我进来看安怎，大家意见看安怎。秦曾志无伫遐对无？伊无参加诶，无啦，伊本来是。你名单正互你啦，伊就是讲身体袂讲介好势，所以毋知讲会使甲换下。伊讲老人，就会使甲换下。好，安尼先安尼好无吼？好，安尼咱来看这第2个案吼。第2案，这个请林经理来说明一下好无？拄则有简单讲过，就是讲咱迄个计划要搁出一个全民台文圣经啦吼。这个台文台语吼，就是讲我伫做诶中间有几下人会感觉讲，足奇怪，是安怎中国人诶？中文就中文圣经，是安怎咱台湾话圣经台语，客人的圣经就客语啦。咱是嘛是文啦，咱是上当的迄个规个拢是规本圣经拢是文啦。所以大家有啲建议讲，咱即个台语圣经改做台文圣经啦。所以咱的即个协会有可能嘛会当改做全民台文圣经协会啦，所以甲正名都转来啦，无咱一直叫往压者，他人是文，咱毋是文，这是感觉有真侪人有即个感受啦。我建议讲，这第2案甲第3案合咧处理啦吼，因为两个拢是相关意思嘛吼，就是讲咱的这个计划案本来是全民台语圣经，即马改做全民台文圣经嘛吼，这个计划嘛吼。遐出版的工作就是咱这民长才去处理嘛吼。第3案就是讲咱的协会名伫全民台语
圣经协会，甲做全民台文圣经协会啦吼。哎，安尼这个案在大家人有啥物意见？用书吼，咱本来头前有一个台湾，啊，即马你改了变做无台湾的头前。台湾，然后专民啦。当然你本来头前用台湾，我意思讲，迄个态度你要用台湾中华民国已经有诶啦。啊，咱诶就是讲专民台湾。你台湾要甲摕掉，用台湾我哋全世界。咱台湾专名是对啦。所以专名是台湾这全民台湾圣经协会。无啦，我讲最后讲啦，咱是台湾，台湾嘛叫社团法人啦。台语圣经协会。干说啦，即摆主要就是用台语圣经要改做台语。改名哦，就是大中庭改变嘞。毋通随便改呢，你来报内政部改名呢。你讲改名嘛？咱会使改，会使家己挂有，会使家己挂有各地的名，登记咱才原来名。你改名还搁内政部爱核准呢。你律师的意思是讲，你改中庭拢足麻烦，拢爱搁经过内政部。对啦，你搁挂名，搁迄个头的名。但是咱无，你听我讲，内底会使挂有咱的另外一个名呢。你已经无迄中庭的名，迄名称哦改，你得爱搁申请内政部核准。而且，对。内政部啦，核准。就是讲，你即马摕即个改名即个吼，拢是爱改中庭。讲咱的名，改中庭，咱就爱搁附内政部通过嘛改。对啦，就是讲咱通过了。我爱去内政部去通过啦。即摆你律师就是讲安尼真麻烦啦，伊是建议讲咱若要用，怎啊照原来中庭莫改，啊咱后壁用挂后壁莫改啦。OK，就是咱去当中庭，啊咱后来这文件后壁。这个吼，我高铁袂当讲，咱这回台湾爱去通过这个预算，甲这个你要改中庭改名，开始要做咩？这一个字啊吼，讲落出来啊，变做全民台语。挂号加一个文安尼就好安尼。OK， 台语文安尼，迄个挂 OK 括号。好，我想咱安尼听起来，大家人是同意讲照这个李胜雄律师的建议啦，吼，就是咱莫去当这个中庭吼，啊，咱大家人有这个了解，所以咱后来咱对外对内这文书啦，非中庭的文书，咱才后壁甲刮胡，或者照伊讲安尼甲台语加一个文刮胡，也是要甲这个台语圣经协会后壁一个台文圣经协会安尼，拢会使啦哈，用安尼来处理就好啦哈，好吧？好，多谢。好，安尼那这个大家同意，就两个拢照安尼来处理啦哈，就咱无去处理这个中庭的代志啦哈。啊，总是这个。咱大会大家人同意讲，伫这个非正式文件，咱拢总会当用做这个台文圣经协会这个啦。安尼最后一个案哈，就是这个会址的签刷啦哈，这个你今日你要说明一下。OK， 咱开始登记的时阵哦，都找无会址啦吼。迄个有一个阮的王新光，迄个伊嘛是共同发起人哦，足好的朋友啦吼。伊就讲无来登记阮兜啦，所以讲迄个啥物李工局台语不够基金会登记伫总会面，先是因兜共款，就是讲方便啦。但是这我是感觉久长来讲哦，咱要是爱上好会当甲理事长会当伊看会到的迄个地点啦。本来咱迄个台湾新人医。迄个院长台南市乡的院长，伊有去董事会有通过，落尾牵涉到讲，迄当时要登记教育部的时阵，咱行出差错啦，所以咱有了解啦，小心无水当时大有了解好，安尼好，但是伊有一间迄个 office 互咱用嘛，啥物事最近是因为伊伫改造所以空间教室较无够，所以咱干那。藏物件咧，其实嘛无人伫啊。咱真感谢讲遐个物件，即摆迄个别个牧师伊也有一个叫啥物本土神学啥物迄个中心哦。
我有去看，就是讲遐会当去放伫遐啦，放伫遐嘿，这物件啦，这物件啦嘿。所以这个会址，看即马讲是毋是咱就决定讲好，像做迄个理事长了，希望伊会当提供方便的所在去登记做遐啦。我感觉这个爱解决无伊哦，因为听选理事长了才讲选理事长了才讨论。对啦，我意思是讲，安尼来配合可能会较好势啦。无伊安尼定定我卡着感觉你内底无参考时嘛，去催因啥物哦？所以安尼吼，这个第4案的议决就是讲，咱这个交互这个新的理事会去处理啦。新任理事会去处理安尼。好，安尼毋知大家人对今日这案毋知有啥物款的意见无？咱拄仔讲过哈，就是讲这个组织案吼，咱有推选7个这个理事吼的名单，然后有2个候补吼，然后咱交互这7个人去处理这个组织的代志吼。这个全民台文圣经计划案，甲这个全民台文圣经协会的这个改名案吼，咱原则上无同，照这个李胜雄律师的这个建议，咱无同中庭照保持原来吼，总是后来伫咱的这个来往的文书的顶悬吼，咱才甲这个名称甲伊创寡妇，甲伊加入咱这用台文的部分啦吼，甲过去安尼吼。会址的迁移吼，咱就交互这个新任的理事会去做这个最后的决定安尼。安尼毋知有啥物款的问题无？还是有其他爱讨论这个临时动议啊？啥物意见无？因为这是全民台文圣经的协会，所以我想讲会当邀请大家参与编写台语的查经教材啊，台文的查经教材，就像之前主要长都有写，就是用全民台文圣经内底的内容，一直台语圣经落去，慢落落去写，到尾因为体量有的人较也袂台语也好，台文也好，所以有汉罗版的对照。看大家意愿安怎来做伙参与这个代志，因为这个代志目前是我甲中央传播协会去主持的。若大家愿意讲做伙投入就毋通投钱啦，是爱写稿，用家己的想法，还是家己的领袖来读圣经，甲写出来，互大家领受亲像总会有出新安讲读经手册啦，毋过伊拢用华语写啊。教会利用嘛是用华语甲伊翻做台语，我直接用台语来写，安尼较规矩啦。对。规项无书嘛有参考的，我看台语啦。所以毋知大家想法意向是啥样？好啦，我意见拢有即个答法之后，所以牧师啦，还是有啥物来，你会使迄个出版的时阵，就遮大家发一本嘛，参考看看下哦。因为会评遐嘛，斗相人诚济。对。实际上，迄个台文灵修的册啊吼，叫牧师捌替我写过序安尼。迄阵我咧写这两本册是用台文写，实际上迄个目的就是要借做独立灵修的内容，总是用台文写呢。咱会当参考看嘛呢。像这请去当为甲这会员直接去联络看嘛，看啥物人有兴趣。我逐礼拜哦，足认真诶。好，安尼毋知有啥物其他的这个意见无？伫这个线顶的在咱的会员朋友，还是这个李教授，还是李教授有啥物款迄若无？我补充一下，其实我讲着迄个概念啊，其实迄个协会无一定爱概念，不过迄个顶落对即个册名可能感觉有可能刷来可能改变，比如讲台语还是台文，还是用就是啥物版，比如台湾字版，其实册名是会当调整啊。不过我讲协会嘛，无一定爱改变，册名当初这个无共款的版本。来做名称有关的这个改变，协会名改名讲可能对啦。即马咱就是有同意讲，拢会当来改哈，就是咱是使用上
咱就甲改做这个台文嘛吼。对。啊，这个注册的部分，咱继续回台语就不要紧啦。好，啊，若是大家人无即个其他意见吼，线顶的朋友，敢有啥物看迄个啊？若无吼，来。按即个只是讲要拟定出版迄个无连字符的白话字。我若是对作写的，对台语作写的人，可能无啥物困难啦。但是你若是讲要搁较推广，大家拢来学台语的时候，伊即摆教育部咧推赛嘛是拢有迄个海分嘛。啊你。咱若是讲要个较专业化的话，我感觉嘛是爱保持迄个海分，要出版平台搁较通用吼，会较接受度会搁较悬。这是我个人的意见。是我拄则就甲恁丢咯，讲这个。这两个阶段啦吼，你学习的先，我共款嘛，学习来啊。啊，你即摆已经拢会晓，咱是语言啊。咱讲做一个台语啊，是啊，你知影吼？我讲台语就是讲海分甲迄个读法无共款，天下太平，你要无海分拢无紧。天字第一号，你无海分就哪用啦？我拄则讲啊，安居乐业，会当，所以你有海分无法，但是安如泰山，我係都冇嘅。你安另外一句咧，安如泰山呢另外一句。天下太平，四字就无你莫用多紧啦。但是啦，天字第一号啊，你有爱用啊。所以迄个安尼来你回个国，有个所在有，有个所在无，迄是真歹看。我台语就学台语的人，你无这个海运，伊咱台语本身有变调。我知啦，迄甲变调无关系。大关系哪无关系？你有连无连拢甲阮变调。无咯。我迄事啊，等你讲，我想做啥无水啊。我拄则讲迄个个安如泰山，安。就是讲一句啊，就是无变调啊，安如泰山啊，安居乐业就是变调啊，所以遐叫变调，像今仔日我无去，毋过明仔载换你无去。好啦，迄连刚才讲，咱今仔可能无遐多时间咧，阮来讲。好啦，即摆是咧讲伊即个电话是复合接代志，因咱本身哦，你若台语研究久了，你就会知影讲迄个海分最重要性。上重要就是世界上无人用海分伫甲你摕摕啦。世界上都伊毋是台语。我知啦，就是安怎人毋免咱爱啦。伊就无像咱台语。无啦，共款啦。我咧想，较另外可能，而且可能讲袂煞吼。咱主要是讲，咱要出的版要用什么款的？像讲，老师讲，互人较听。我第一遍。看去牧师的一本册，我感觉这排版也是讲这种的做法是非常非常的好。我咧摇啦吼，汉迄个汉罗可能是牧师家己写，白字可能是这两张的讲法。对吼，所以我感觉像这种的，就是讲平时要互人读的，会当读一遍；伊若要搁较深入。会当有通参考，这是上好的排版方式安尼。我想这是上理想，会当兼顾想要读白字啊，感觉讲，我一项就是讲，伊倒手边读了时，伊无爱读倒手边啊，伊第二遍读伊就会当读白字，会当兼顾安尼。理想甲实际啊吼，爱兼顾才推会出去安尼。我想安尼吼，这个徐小牧师咧讲这个第二案这个部分啦吼。即我听过这两点就讲啊，拄啊，这个吴教授甲这个会社的这个关心吼，是毋是这个咱莫甲做正式议决安尼啦？吼，这个大家去讨论看嘛，因为这语言咧推展吼，爱逐个人啊，你慢慢啊去瞧啊，看讲安怎创头势。所以咱刚才咧讲这台文这部分，总是迄个海分来，这我想咱再过来处理，所以莫做伫这个议决的部分，就莫甲这个物件看做正式议决安尼啦。所以这当边的台湾，这个咧，我基本就是讲这是台语的试验场啦吼。大家试了，结果是足侪人尤其少年的啦，讲安尼考察，安怎是台语啦？啊，就印象丢了100岁啊。
伊嘛感觉讲你调的字无进步，还佫听你伫遐照迄个王玉德讲的叫汉字，为着要伊的发音去甲缩掉的。啊，全世界的人，伊即个海份是伫练字啊，是山引路即练字啦。啊，咱台语甲摕来做做练音嘛。啊，练音的是伫世界的迄个迄个语言内底无人遐咧去练音的啦。哦，这个足奇怪的代志啊！我紧啦，咱反正一直饲哦，因为我想讲，这吼，莫去用即款硬性的规定创吼，因为这语言咧做，就是大家人用互顺，啊，这小块的差异，咱当然讲这台语、泉州腔、这漳州腔无共款，咱嘛是拢爱接受啊。你袂当讲，你袂使甲讲迄款腔，咱袂当安尼啦吼。所以语言毋通去从甲变到 exclusive， 莫 exclusive， 吼，较 inclusive， 较包容性，才有法度把这运动做好较快。这是我想讲，咱要安尼做人，都咧这样做，咱袂当勉强讲你一定爱海分吼。啊，总是无要海分的人就海分，无要海分就无海分安尼。哦，先安尼做，啊，看后来大家人习惯到安怎去再来看嘛吼。好，安尼是毋是我最后来请这个别动牧师哈来帮咱做一个结束的祈祷？啊，未做牧师吗？主啊，感谢你的小属阮，我有母语，有台语，啊，我内容我的母语写做文字，我所有讲台语的人，有家己的圣经台文圣经来读，嘛有逐款的灵修教材，有逐款的人才投入这个事当，求你保守阮，帮助阮，互阮的事工会当延续你的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阿门。阿门。哦，感谢咱的兄弟哦，多谢大家吼，线顶的这个朋友吼，多谢恁安尼。大家，会记你来台南佚佗啦。哦，惠牧师嘛伫遐吼，惠牧师嘛参加嘿，对。就是咱即嘛吼，会当用这个视讯开会啦吼，所以大家人可能有阵时啊，若较时间无方便，毋免搁坐车安尼南北奔波吼，嘛拢会当大家人做伙合作，做伙来做这工课啦吼。多谢。惠牧师过去嘛咧帮衬真济吼。感谢好，安尼。多谢哈，大家多谢。我以前的时候，确认。没啊，这个是先的，我当时其他那些下班工不一样，我不用做。我到时到台南对。我东明路。哦，东明路的这个啥物？无法度什么？贵什么料？你想来用，没想来去念啦。我要钱吗？跟我的刚好盖是到。